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糋姜，台语安尼写糋姜。华语的嫩姜也就是生姜，台语讲糋姜。这姜种4个月也未到分，就来采收，就是糋姜。若是种到10个月，姜已经完全熟啊。姜肉纤维化了后才来采收，就是姜母，就是老姜。糋姜皮薄过幼，肉真软，较济汁。若姜母皮粗过厚，食起来加真香。所以有一句俗语：姜是老的辣，也就是老的老布丁。长辈看济才快，见多识广，经验丰富。若糋姜、青姜，嘛有一句俗语：当食菜头下青姜，免请医生免烧香。就是讲，寒天食菜头，热天食青姜，就较袂破病，较毋免看医生，嘛无需要烧香拜拜求神保庇咯。主要是咧讲，青姜甲菜头拢是好物件。糋姜的糋，稚嫩、经验少、未成熟，台语拢会当讲糋。像讲，你咧江湖走跳，你要搁伤糋，毋是人的对手。若食玉米，也就是食番麦。老大人无牙，食番麦拢爱食较糋的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糋姜、姜母实在真趣味。